So let's have a break first, okay, and then come back, okay, in 2 minutes, okay. 你们全班的要做什么？我想没有同学说不同意。最初咧覺得佢哋咧係好多嘢講啦，好嘈啦，好冇紀律啦。但係而家咧就唔同啦，我覺得佢哋進步咗好多。左邊嗰個就係黎葉子啊，唔係黎葉子，係林彩。啲同學好 nice 咯，啲同學好 nice， 好真咯，想做就做咯。花 Phoebe 係好好嘅朋友，同埋一個學習嘅對象，因為其實喺同學個身上邊都可以學到一啲嘢，譬如係一啲不屈不撓嘅精神。哇！你睇下。花 Phoebe 嘅同學好乖，我好中意花。哇！好大家嘅跳舞咧，就真係慘不忍睹啦，實在太恐怖。令我咧教嘅時候咧，非常之有挫敗感。花 Phoebe 咧就非常之活潑，好多精力，應該咁講係有無限嘅精力。咁啊，佢哋好聰明，反應好快，亦都好體貼人意嘅。佢知道老師嘅要求係咩？我冇，絕對冇。我嘅感覺好活潑，真係好開朗，真嘅啊！你哋好團結，冇小圈子㗎。係，你哋其實有潛質做得更加好，爭取更加好嘅成績。Good， 你哋係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咁我哋教翻啱個 channel 咩啊？其實只要你哋睇報紙嘅時候，唔好淨係睇娛樂版，要多啲留意時事同埋新聞。好，特別係財經新聞喎，知道咁你哋同我嘅話題就會更加投契啦，明白晒。童年友好的，流堂鬥嘴的，抹去黑板粉筆的字句。從前暗戀的，球場競爭的，常有幾位餐廳中共聚，聯歡會結束，那個通宵舞伴會逗留，來回幾班客機，送去舊朋友，流過淚都要繼續笑，能夠學識說再會了。朋友認識2秒就失散了，想起多少過去合照，就算少，留下每位的歡笑，和歲月講句再會了。從前錯失的，來年結識的，頓覺揮手握手的樂趣。臨行轉身的，重逢抱擁的，讓我不枉開心得落淚。誰揮揮兩手，擦過身邊再沒法逗留。原來輕輕放手，
回頭未能夠望轉頭，流過淚都要繼續笑，能夠學識說再會了，朋友認識2秒就失散了，想起多少過去合照，就算少，留下每位的歡笑，和歲月講句再會了，好不好？原地守候，在昨天溫室中的知己，可不可讓我保留？誰也別要走，流過淚都要繼續笑，能夠學識說再會了，朋友認識2秒就失散了，想起多少過去合照，就算少，留下每位的歡笑，流過淚都要繼續笑，能夠學識說再會了，